讲这个主题。那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就很了解牧师要谈的，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一，我们政府的疾管局正式宣告说，我们连搭高铁、搭公共运输工具都可以不用戴口罩哈。不过要这边打听一下哈，愿意摘下口罩的还是比较多，还是不摘口罩的？不摘口罩的还是很多，比较多。牧师刚好在礼拜二有机会到台北开总会哈，那我就注意看整个高铁哈，几乎大家都还是戴着口罩，感觉上好像口罩已经习惯，不戴就好像觉得缺了什么东西哈。那如果按照我们这个卫生单位讲，其实我们现在不戴口罩也不用怕有什么任何的感染，反倒是你要注意其他的传染哈，对不对？现在很多不同的病毒啊，那问题是在于说，然后现在应该算是整个疫情宣告一个结束了。不过我们看到整个社会、国际，包括教会，其实都受到很大的冲击跟改变。那牧师要借着这个经文在一起来一起跟我们学习说，在疫后的教会到底我们能够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要怎么样去努力哈？好，那当然改变的牧师只是带过，因为你们在新闻媒体很多地方都已经了解了。那有基督教论坛报他看了一篇报道，他说从政府宣告交通工具开始戴口罩到上个礼拜，一共有1111天。他那么认真统计，到底是这个天那么完整，刚好哈。那终于在4月17号解除了。不过大概90%人还是认为说还不想脱口罩。不过很有趣的就是前不久牧师看的同样也是教会的报纸的文章，他有提出一个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倒是一个提醒了哈。而且他是藉由一个医生所提出来的。他说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种不同的细菌也好，病毒也好都存在着。我们戴口罩当然会避免感染，但是我们一定要去追求的是你身体的健康的免疫力，即使不戴口罩也不会感染，那这才是终究最永久的事。因为这位医师的基督徒他说，如果我们一直戴着口罩，那避免感染，但是一旦你的抵抗力弱了，感染到了，有时候体质不好的话会更严重这个等于就是我们说温室的花朵同样的意思啦。你如果能够经历风雨，那你就不怕任何。那这个倒是一个不同的思考，他是在考虑说，到底教会要不要鼓励他们一直戴口罩，还是说大家都放心的把口罩都摘下来这个倒是一个还在学习的阶段。那教会也是这个政策，就是说不勉强但是也不鼓励大家一定要脱口罩，大家用一种比较安心的方式来到教会聚会好，那更不用说国际政治、社会、经济、产业都受到很大很大的冲击。我们看到整个国际，无论是金融啦，无论是整个运输啦整个的一个国际社会的变动，大到我们难以想象。加上气候的变迁，我们就看见说，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挑战跟危机。那更不用说我们在实际生活上，我们的通膨，我们的物价上涨我们的很多店面经营不下来，因为没有客人，或是说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接待那么多的人。昨天我们刚好听了很多弟兄姐妹有去参加这个王国信弟兄那个波阿斯的分享他在分享说，他在1年多前上帝一个奇妙的带领，让他开了一间在台北101很高级的地区开了一间以色列口味就以色列风味的餐厅。他又要把犹太人他们的一个节期啦、习俗啦、他们的饮食的方式带到台湾来。没想到没多久政府就宣告说
禁止内用啊，他也觉得遇到很大很大的一个征战，因为投资下去了，那你怎么办？但他说很感谢主，因为他差异化，他的东西别家店里没有，啊，很多教会也很支持了哈，所以到最后他这一家这个以色列风味的餐厅呢，经营的好好，现在还存活着这样子。那我想你接触的很多生活周遭，这个产业变化大一大，有人工作因为这样子受到影响啊，我们的很多店哈，很多我们喜欢的店突然间收掉了，更不用说很多国际的大型的公司也被这样收掉。但是另外一个那个国际的运输啊，那个船运啊，哇，因为复苏以后这个船运的公司的股票哇涨了好多好多。反正这样的冲击在我们生活上已经非常的明显哈。我们要谈的是说，那这样教会也遇到新的冲击。我们知道说，在这3年来，大家基督徒已经习惯线上的聚会，也因为这样，大家就那个参加教会聚会的那个模糊掉了，或者说没有固定在这间教会。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富强教会还是有线上聚会，还是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不方便或是什么原因，他必须要线上这样子。我们的一些教会机构统计说，这3年来，光是台湾大概流失了，有的教会都几乎流失1/3的信徒，就说失联了不知道去哪里。但也有人因为这样的变动，这样的一个没有办法实体聚会，他可能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换句话说，对于一间实体的礼拜堂或是教会，他的认同跟委身的那个委身度就低了。有可能他也喜欢参加这一间，也喜欢那间，因为在网络上所有的线上聚会，你手机一开，电脑一开，几十间的教会让你选。我就前不久听到一位牧师说，在台北有一些比较就是比较出名有名的教会，或是他们的教会的影音什么做得很好，他们可能平常在礼拜聚会才200-300个人，但是每一次聚会那个线上的人数都是1000多，1000多。比如说很多人就会游走各地，但是也有可能是说我光一个礼拜我就搜寻了好几个礼拜，到底听哪一个的，也听不出一个结论，或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获。那就是现代我们疫情过后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哈。那一个整体的影响，疫情过了，当然我们就是恢复正常嘛。但是有一个最直接的影响是从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话题开始的。就是最近流传的一张教宗方济各，他不是穿像牧师这种圣袍，或是很神圣的圣袍，他竟然是穿了一件很 fashion 的羽绒外衣他就引起了很大的话题啦。这张羽绒外衣好像让教宗看起来很像型男一样那非常的有造型好，那后来人家才误会说，原来这张图是 AI 制作的 ，AI 把它画出来的。这个是一个话题，因为是教宗嘛。其实这种事情在我们网络上大概是数不尽了，看不完了。那这个给我们一个象征什么呢？第一个，连教宗他都可以被变造。再来，更不用说教宗他被 AI 制作成他在现场演讲宣告他的教育，你知道吗？教宗他讲的教育几乎他的权威几乎要等同圣经他每一年都有一些教育发布命令所有的天主教徒都要遵守。然后这个教宗他讲话的表情口齿都比本人还厉害，那你要听哪一位的？那这样的冲击，我想在座第2堂礼拜的年轻人很多，你在 AI 这个方面的接触比牧师多太多了，你就会看见说，这个等于一个革命性的影响。当然，我们就更可以看到说我们前不久
在去年所发展出来的人工智慧 Chat GPT 哈，那在座的弟兄姐妹也不陌生了哈。那这个专业的人当然可以讲解一大篇，不过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机器人可以把你所需要的信息一下子就把你整理好，你不用秘书帮你打字，你不用口语讲，他帮你打，而且你想什么他就给你什么，因为他的资料库不知道为了好多庞大的资料在里面，所以他马上能够整理出你所要的讯息。我知道就在网络上很多人就问一大堆奇奇怪怪的问题，他就很正经的回答你哈。不过这个是一个象征，因为这个人工智慧发展越来越快，第几型，一直进展，几乎我们都跟不上了哈，跟不上。那这位最近爆红的 CEO 哈，那我是要跟大家提到说，这样的变化其实对教会有很多新的冲击在里面，特别是 AI 人工智慧，它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好像在吸收信仰真理哈，大家都平等了，你不用透过牧师了，你在家里面要找哪一篇非常掷地有声的圣经讲解或是讲道，都是不会吹灰之力，一敲个键就有了。所以聆听真理信息教育非常的容易。我们就想到说整个2000年教会的进展其实有不同的阶段。你知道早期在耶稣的时代，没有自己个人没有拥有圣经一定是在会堂里面才有。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不是走到有一天到那个会堂里面嘛就有人拿了以赛亚书让他宣读嘛，就是最近我们指南执事所在引用的叫做48路加福音4章18节他在那边宣读以赛亚书。好，那时候一般的民众当然可能因为知识程度也不够，那圣经的普遍不够。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那时候也还是没办法让每一个人看到圣经，就是由神父他会读拉丁文的圣经，所以等于来到教堂就有神父宣读什么你就听什么。当然这位神父一定要忠于圣经啦，要谨守教导啦，不然的话他讲的天花乱坠，大家也不知道到底里面圣经是不是这么写。一直到宗教改革500多年前，马丁路德他提出宗教改革，但我们知道变成基督教跟天主教，但是其实他最重大的贡献是翻译德文圣经，就是把原来宗教阶层领袖才能看到的圣经翻译成一般人德国人自己的语文所看到的圣经。再加上我们知道古腾堡的印刷圣经这个印刷技术一普及的话，圣经就变成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了，那就是一个我们说宗教改革或是信仰的那个教会的革命，就是在那边开始。那很长这几百年来，资讯就是由受过训练的牧师或是宗教人员来教导，因为你很少有机会从别的地方得到这样的资讯。当然最近这100年来从基督教的报纸啦，基督教的一些书籍啦，你可以自己去追寻去摸索。那现在 AI 人工智慧来了，所以任何一篇的道理你都可以从 AI 人工机器里面去得到。所以牧师呢，有人说这样会不会牧师就失业了？因为牧师不需要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挑战，等于是大家面对一个新的挑战。那教会观念可以改变，那牧师的职分，他的重点，服事的重点也要被改变。除了聆听真理跟教会很方便以外，就是年轻人他也慢慢失去参加传统教会这种模式的
因为他觉得他任何方式他都可以自己做。你知道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人家里都不用装电视了，装了什么大型的电视，按照哪一点要播什么节目，这个已经都落实了落伍了。我就手机我的平板一开，什么东西都有。好了，那这样的教会观产生改变，这个是时代的潮流，你要挡也挡不住。你说这个是洪水猛兽，那你再怎么喊，人家还是这样在进行。教会要怎么改变，就是要看见时代的变化。所以一个新的教会观产生了，特别是前不久，我们很多人牧师也提过，在美国的阿斯伯里大学发生一件非常重大的一个复兴的事件。他们的主题就叫做认罪跟悔改，就是说在新的时代，我们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重新认定这个信仰对我们的帮助。那我们就看看一些新闻资料，都知道说这间学校是在美国的 Kentucky 这个州一个地方的一间大学，应该是比较属于基督教的大学啦。然后他们在2月8号开始做敬拜的时候，竟然那个圣灵的火就在这个教会这个礼拜点燃了。他们在那个礼堂，在那个礼堂里面一直持续的敬拜，完全不中断，持续了16天才结束。而且它的一个感染性，因为现在媒体很快嘛，转播啦、线上啦，所以很多大学也跟进，扩展到20多所的大学。这个是20多里这个复兴运动的一些现场的照片现场的照片。那换句话说，它提醒出我们在现代这个时代，面对疫情后整个社会的变迁，整个 AI 或是说所谓的一个人工智慧的发展，我们怎么样在看见教会它的责任呢？好，那这个运动我们可以看见一点，就是说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他这样提起我们说，教会包括牧者，我们基督徒来到教会，不再纯粹是以传递讲台的知识，或是真理知识，或是所谓的信仰圣经知识为唯一的点，因为你可以从别的地方可以吸收得到，但是它唯一不能被取代的就是我们要以肢体彼此相爱，学习做主门徒，成为我们这个教会聚会的一个重点。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资讯来丰富我们对信仰的认识，对圣经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那这些当然透过一些有经验的人来引导，我们就可以得到。但是教会更重要的是去强调肢体的相爱，然后学习做主门徒来服侍主，传福音。换句话说，因为这样的变化，教会的围墙，有形的围墙、无形的围墙被打掉了。这个宗派的品牌好像被拿走了，就退出江湖了。其实我们在这几年已经发现这种现象了。比如说，我们是长老教会，我们只是名义上是长老教会这个组织，但是如果在信徒的交流上面、教会的互动上面，我们不会认定说你是哪一个教派，我才要跟你交往。现在都不是了。在台上讲到了哪一位牧者，他不会先标榜说我是长老会的，我才要听。那前不久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新生命小组教会在台南设立一个分会，那个分会哇，因为他们本来在台北就是走在时代的前端，他们的礼拜堂完全没有礼拜堂的名字，或是十字架都没有，就是一间非常非常现代化的一个聚会厅，年轻人的整个大面积的那个墙，那个影音的墙荧幕，然后他们的咖啡厅设计的非常非常的现代化你走到里面，他说它是一个5星级的咖啡厅，他们的咖啡不输 Starbucks 这样子。他说目的是为什么？他是认为说他们要让人家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在里面传达信仰、信息、福音，而不是用外表的框架把人挡在外面。换句话说，我是先希望你进来，你喜欢这个地方，然后你才会喜欢我们的信仰。那我们平常传统的就是把教堂
把那个砍棒、把那个标语弄得大大的，然后让人家看说啊，这间就是基督教，那跟我无关，我就不来了。你看哪一种想法是对的？不知道。以前我们就要高举十字架，对不对？那现在是说，我要让你先喜欢这个地方，啊，所以教会的宗派品牌已经退出了。因为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我们要重新思考说，那这样教会是不是消失掉了？因为网络什么都有了，不是，而是教会它的重要性更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去追求的。我们要重新来宣告教会的本质。我们看到刚刚读的经文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重复来读。我们可以看周报里面整体的全本的经文。我们需要看说，以弗所书保罗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一个简单的一个归纳。第一个，保罗说，借着基督，人人可以在圣灵里面来到天父面前。换句话说，一个群体，它不是一个用什么样目标集合而来的，而是因为圣灵借着基督，人聚集在神的面前，这个是最优先的。而且他说人人的意思，我们如果看原来的经文，他的意思是保罗他一生的努力就是去外邦人的地区传福音。他所宣导的就是我们不用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说不用他成为他肉体的那个血缘的子孙，不用受割礼，你就同样得到神的恩典跟祝福。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不是12使徒之一啊，他曾经被排斥啊。最近我们上了我们的孙牧师孙宝林牧师他在讲解使徒行传，非常的棒哈，大家有机会来上真的是得到很多。他特别强调保罗他为什么会到小亚细亚，他为什么会到马其顿去传福音，然后他所宣告的就是让每一位不同的血缘关系的外邦人都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以我所说的教导，第二点是上帝的子民同胞是上帝的一家人，我们都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换句话说，教会我们名称是教会，但其实是上帝的家。我们在里面，你是一家人。你会因为 AI 来了，因为现代的整个3C 的技术产品，所以你不需要这个家庭了吗？不会吧？你会觉得家庭的关系更重要，对不对？因为其他部分可以从别的地方得到，但是家庭的爱关怀，你必须要更多。所以保罗这样勉励我们，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基督是这个家的基石，以耶稣基督为基石，然后我们这一群同性的弟兄姐妹，就是一起把它扩大成为圣殿。所以圣殿不是外观的这个建筑物，而是你我大家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基石，建立成教堂，然后我们是依靠它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换句话说，奉主的名聚集的地方，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一起聚集是有它神圣的意义，不是一群大家有同好，或是大家同样喜欢像一个 club 一样，而是因为大家用着这样的前提，借着圣灵的动工，我们成为这个圣殿。那你我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是只有你或是只有他，而是你跟我大家都同样被神所看重。所以我们就看到希伯来书10章24到20节给我们这样的勉励哈。他说：“让我们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他是要我们做这3项：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而且还怎么样呢？他说：“不要像某些人放弃了聚会的习惯，却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主的日子快到，你们更应该这样。”这段话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学习啦。第一个，我们奉主名来聚集，就像24节所提醒我们的，我们要彼此关怀，要激发爱心，要勉励行善。这个是 AI 没办法取代的，是有个实体的弟兄姐妹一起聚集。简单来讲，就像你的家庭一样，
你不能因为有这类帮助，你家不需要了。所以因为有实体的礼拜，有实体的聚会，才能让你达到这些事情。他说不要像某些人放弃了聚会的习惯，要彼此劝勉。这个聚会也不是形式上的，好像我很认真守聚会，那就是像这样。我们所要的聚会是什么聚会呢？是一个有意义的聚会，是有得到成长的聚会，生命成长、蒙上帝称许的聚会。所以这个聚会不是形式上，比如说你受了某些人的邀请不来不行，不好意思，或是从众，大家都来了，你也不好意思不来。所以不要停止聚会，它倒不是说你每个会都来了，那就像不停止聚会，而是不停止那一个能够让你得造就、得成长、得生命丰富的聚会。牧师就曾经看过有这样的基督徒，哇，那从礼拜一到礼拜天了，不知道4、5个聚会他都到。他来的目的好像觉得很孤单，好像要有人陪伴，要么就是听人家说八卦，要不然是讲一些批评的话，要不然就是觉得好玩。然后礼拜天他也来，但是他来聚会只是觉得一群人在这边，但是他只是喜欢在讲道的时候他打瞌睡。然后他说我都有聚会来了。那这样的聚会我们也不能说他没有参加，他有参加不好，不是这样，而是说他把参加聚会成为一个习惯，但这个习惯并没有让他一直成长，或是他就没有服侍的一种心，他只是来享受或是来接受人家的服务而已。但是希伯来书提醒我们说，要彼此不是被关怀而已，是彼此关怀。你要彼此激发爱心，而且要彼此鼓励大家做善事。那只要我们这样，还特别有希伯来书提醒我们说，因为主的日子快到了，因为这个是一个无法预测的，什么时候来到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参加这个有意义的聚会、受激励聚会、生命成长的聚会、被神所恩典的聚会。这个就是这2点，说基督徒要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第二个是主日快来了，不可停止聚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疫情过了，我们没有任何阻挡，说我不行，我不能来教会，我的身体有什么状况没有。所以疫后的教会，我们教会更去提醒、去强调到这个福音的使命。好，那刚刚牧师说了。好像觉得牧师的讲道分享，你不一定每一样都得到，因为你可以从其他的手机啦、网络啦得到，但是并不能取代说牧师成为一个召集者，牧师成为一个激励者，牧师成为一个呼吁者，甚至成为教练，让大家在实体的聚会当中都成长。有人就说好像牧师可能到最后会失业，因为 AI 的讲道会比牧师好几倍这样子。不过我就判到说有时候真的时代的变化，我们要与时俱进。印象最深刻的是，牧师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教会公报，我们教会有公报社嘛，当时他们有印刷部门啊，我还看到有一群很熟练的技术工人，他怎么样呢？他在剪字，你知道吗？一个一个签字有没有？都塞着整个字盘比如说今天牧师要印一篇文章，他就要一个字剪下来放在盒子里面，剪，然后把它弄成一个平面，然后才去刷上油墨把它印出来。现在很多人喜欢那种以前用签字所印出来的书，因为你摸一摸那个书有立体的感觉现在很多有人写诗他故意去请那个剪字的人帮他印那个有好像觉得有生命、有手工的那个部分。好了，那后来这个字盘都取消掉了，因为有人发明一种打字也是字盘但是他用机器可以选字，把它接起来，那个剪字的功能就没工作了。但是这个打字的，其实过没多久，电脑打字或是打字机打字又出来了。
那些好不容易训练出来的那个打字的，大部分都是姐妹了哈，也失业了。我印象很深刻，刚好牧师认识，也是谢牧师的亲戚啊。我们当时我们的陈天登牧师他经营的一个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就是请好几位姐妹来做这个选字，这个打字的工人，但是后来已经变成电脑了。那这位姐妹她就失业了，因为她没办法学习新的技术，那只好回家。其实我们台湾在产业移到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失业耶，因为传统的工业，比如说做模的啦、铸铁的工啦，那些都变成被机器取代了。很多人他学的功夫，当时是很好的生意、很好的工作，但是一旦被机器取代，他只要失业。那今天 AI 出来，我不知道有谁会他的工作变成要改变，因为他已经不需要你了。但是我们讲到这个是说，那教会不能被取代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个，我们看到一段非常重要的教会的宣告，本质的宣告。他说，第一个，教会存在于地上，却有属天的特质。教会是在地上的，没错，在各地，在乡村，在都市，但是它有属天的特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人所组成的，却代表上帝的同在。你我大家都是平凡人呐，没有什么哪一个是多特别多高贵，但是呢，因为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与众不同，是有圣灵的同在的。就像刚刚我们谈到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建立了神的教会。第三个，看似平凡，却传扬上帝拯救人的伟大救恩。换句话说，我们一群人聚集，好像看起来做的事情好像没什么大不了，其实我们承担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使命，需要传福音的使命。那我们进一步来说，因为教会的存在，使人人得以认识上帝；因为教会的服事，使许多灵魂失丧者得到永恒的归属。所以教会存在，因为它的不取代性、不可被取代性就在这里。这个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所以我们把它整合起来，有3个教会使命的宣言的重点。第一个，教会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第二，是受委派去拯救罪人；第三个，教会是信的人的聚集，却是为不信的人而存在。如果说你很了解、很掌握住这个教会的本质跟特色，那你就知道说，你非来教会聚会不可。尽管你可以在任何的场所、任何地方吸取可能很丰富的这个教会的资讯、信仰的资讯，但是你没有透过教会，你就达不到这样的属灵的成就，或是属灵的任务。特别是人跟人的聚集，弟兄姐妹彼此同心聚集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努力行出教会的使命。第一个，信徒聚集回到圣徒相通，就是大家彼此的激励跟祝福，这个是很重要的部分。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邀请大家回到实体的聚会，就是这样子。当然，有些人可能有种种原因呢，我们也不能说，好像不来就是罪大恶极，不是这个意思啊。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身体状况有问题，或者他的抵抗力有问题，他的行动有问题，他的交通有问题，那不得不用第二种方式来取代。那更多的人可能是这样子哦，特别是年轻一辈的，他不习惯人多的地方，他可能人际关系非常的困难，他没有办法去跟陌生人讲话，或是有人关怀他，他觉得哇很不舒服，觉得你不要理我最好，我是像空气一样存在这样的话可能他就不习惯来教会。但是我们说从另外一个地方讲，不透过这样，你成长的机会就丧失掉了。我们也常常会听到日本有很多人变成一种蜗居族就是他都待在家里面，一整年都不出门的，因为他是靠这些媒体跟外界沟通。那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健康的。
所以我们反倒是要了解他的困难，而不是说一直责备他、骂他，怎么这样都不来，而是说到底他的困难在哪个地方，帮助他走出来，跟人群接触。因为他如果既然不敢来教会，或是不愿意来教会，他可能在他的职场上，在他的同侪里面，或是在学校也跟人家沟通不良。那这样对他以后要工作、要成长、他的事业是有困难的。就回到基本面，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相处、社群的相处，那是最基本的。所以第二个，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牧师要失业的部分。那牧师变成说他的任务不再只是唯一的窗口，要供应所有的真理知识都用牧师来，而是因为引导大家一起来学习了哈，好像大家带一种方向啊，大家一起来学习。但是它的重点是在这里，不是当舞台的明星，好像唱作俱佳，不是，而是带领大家回到圣徒相通，彼此关怀，学做门徒，传扬福音。所以要像回到初代教会的模式一样，2、3个人奉主名聚会，这个是一种另类的，就是说我们原来的这个大型的教会聚集很重要，但是又要感受到像那种家庭式的聚集。所以今天，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形式的聚会，我们可以看见说，有人在家里面，有人在职场，甚至有在咖啡厅、在运动场，都可以因为奉主的名聚集，产生那个属灵的造就、关怀跟激励。我们在疫情这段时间，我们教会也推动了一个 RPG 的祷告小组。哇，很多弟兄姐妹做了很多的见证，因为大家虽然不能见面，但是那种彼此联系的精神，或是那一个感情啊，更深刻。因为人数少，大家的分享就更深入哈。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的教会有大型的群体的聚会，是为了一起激励、一起敬拜、一起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又有小型的聚会，我们有小组、有团契啊，彼此更多的关怀、激励跟学习。那就变成说，我们后现代或是疫情后的教会一个责任点。所以牧师在这个疫情过后，我们回到正常的聚集，期待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都很健康，不受影响。那我们有成为一个整全的基督徒。我们在周报里面有报道，我们有4项的一个期待，大家能够你可以用笔注明一下，说你到底有哪一个还没做到了哈。第一个是每周参加主日礼拜，这是一个众人同心合意唱诗歌敬拜神哈。第二个是每周参加1次祷告会。我们在礼拜5，很多参加小组的人都可以参加我们的恩典时刻祷告会，礼拜5晚上的7点50。那我们礼拜天就帮助礼拜5不能来晚上来的，我们可以在礼拜天的早上第1堂，包括第2堂，我们都有一个祷告的活动。所以也许你认为说，反正礼拜才要唱敬拜赞美结束我才进来，其实你是失去了那一段跟神用诗歌敬拜、用祷告跟神连接的时刻，那真的非常可惜哈。那第3个就是我们鼓励大家参加小组跟团契，不要只有大型的聚会。我们教会有2种不同的光谱了。有些人很喜欢小组，哇，大家很熟悉，大家哇站在一起非常的棒连在一起，甚至不想休息了，就是继续聚会。但因为最大型的聚会，好像大家都彼此互动比较少，他就觉得大型的聚会就有点不愿意参加。我觉得这个都是2种都有它的不足，要2种都同时有。那期待我们各小组你不只喜欢你的小组，更喜欢这个大型的同心敬拜的聚会。所以有大型的聚会，有小组的聚会，那这个才完整。最后一个就是参加教会的事工服事了。上个礼拜我们的于琦老师他有做见证那他参的第一个服事就是我们的中保代堂。我们教会如果算一算参加服事的弟兄姐妹至少大概6成到7成就是你至少一项服事，像中保有好几十个、上百个，对不对？那很多地方你可以参与在里面。
啊，如果你觉得服侍好像对你有困难的时候，你要求神给你这个力量，因为这个服侍啊是让你成长的机会。当然有时候服侍会遇到一些挫折啊，或是遇到一些没办法突破的啊，但是人的生命如果不经过这样，你会觉得一直停顿在那边。但是你突破了，你就成长了。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在疫情过后，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使命、教会的使命，一回到实体的聚会，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施行美好的恩典。我们其实教会再过2、3年就要迎接50周年了。我们期待疫情虽然对我们有影响有损失，但是我们重新再来，就要靠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参与，看见神在我们教会里面所赐下的恩典跟祝福。接下来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来